来看风台消息，这个中度风台天头愈来愈晚，气象署已经伫今日透早5点半发布海上的警报，估计路线比昨国往西边修正，表示讲对台湾的影响会更加大，尤其是绿岛、兰屿、台东的恒春一带是风头面，明仔下晡有可能会放风台假。天头风台第3暝出现风台感，而且风台感是愈来愈清楚。气象署今日早起5点半发布海上警报，也提起拜5拜6离台湾上近。我们的预估的路径也比昨天所预估路径更向西靠近我们的陆地，甚至随着台风更为的靠近，台风中线浪高会到达6米以上。气象署点名绿岛、兰屿、台东甲恒春将会是风头边，都要特别注意透风大雨也有海涌。专家也讲，天头增强的速度真紧，风雨的范围几乎都只有集中在台风的眼墙的附近，也就是大概半径可能100公里以内的这个区域哦。大气跟海温的条件都还算适合的话，其实出现 RI 的机会是比较高的。RI 现象就是快速增强的意思，标准是24点钟内增强超过30节，天头伫短短6点钟内增强40节。伊伫咧经过陆送岛的东北边挖进台湾的过程，因为环境对伊的发展不利，伊的威力可能会减少，也毋过影响犹原未小。2级以上的这个阵风机会还是很高，台东还有在这个恒春半岛，还有到兰这些地方，明天的下半天之后，风雨的状况会变得比较明显，所以比较有可能放假的时间点反而是在明天。气象署也提醒，今日暗时开始，东半部甲恒春半岛地区会出现雨势，拜5有一寡所在会变大雨。啊，若后续风台往北来离开，甚至会含东北季风产生强寒效应，这嘛项敢会放风台假同款，阁需要观察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